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头时代头先就来报天灾。昨有一位民众做高端疫苗了后，早起身体无爽快，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伊也惊做国内头一个因为做高端疫苗的死亡案例。农委会为着要配合中央政府推出的5倍券，也特别来推出农药券咯，而且金额会比去年250块较济。高雄有一个2岁外囡仔，和幼稚园的门夹到手装头仔夹一登去，民间团体认为讲囡仔的安全检查，佫爱佫较详细规范。昨有一位民众伫咧桃园做高端疫苗了后，今早起竟然身体无爽快，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成做国内头一个做高端疫苗了后的死亡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位民众有慢性病史，可能是心肌塌所造成的死亡，恐惊是过来调查。高端疫苗23正式开始自头一天做16.9万剂，出现3个做了后无拄好的案例。无想到24早起，桃园一个做高端疫苗民众雄雄出现身体无拄好，用救护车紧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今日上午9时22分，接获一件欧卡救护案件。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家属正在帮患者做 CPR。经救护人员评估之后，发现患者已经无意识、无心跳。这个案例是头一件高端疫苗不良死亡通报事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步调查，这个民众有慢性病史，有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确实的死亡原因要交由司法上验，按过未停止高端疫苗注射的卡步。有心肌梗塞的可能性。那不过这个因为是到院前的死亡，所以是要由司法相验，由检察官来做相关的一些判定。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停止施打。台中严总24头一遍起单日疫苗注射扩大到1万人，拢总有7000个民众预约注射。院方出动300个医护人员甲志工投入，开12条注射的动线，为了避免做无工也是做唔对，采用分区分流，早起做莫德纳，下晡做 AZ 甲高端疫苗。虽然传出头一件高端疫苗不良死亡通报事件，但阁未影响到民众注射意愿。支持一下台湾国产的疫苗，对啊，而且能赶快打就赶快打，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不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年轻人。我没有特别选择，因为我觉得可以打的疫苗都是好的疫苗，对，所以就直接来打了。台中严总表示，疫苗注射为早起8点做到暗时9点，未来只要疫苗配到位，拢会以最大服务量提供注射，加速提升群体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5个带病入境，也有1个人死亡。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指挥中心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带条件开放病院探病。湘北地区住院患者，家去照顾患者的家属，拢爱做体检，而且是7天就要体检一届。另外，对日籍饭店过后入境的旅客，若准备去检疫所在，拢爱坐防疫专车过去，袂当家己塞车。国内新冠本土病例8月24新增加1个本土病例，是本国籍70多岁男性。8月22因为其他原因就医采检，才发现阳性确诊 ，CT 值是37.7。另外，原来新增加1个死亡个案，本身有慢性病史。CT 值验得到的都会把它列入确诊哈，当然有一些特别高或一些相关有疑问，我们在复验，当然是复验如果阴性，经过判断就不会列进来。好像我们列3738。列确诊的个案已经很多了。针对本土疫情转好，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全国病院有条件开放探病，包括加护病房、安宁病房、呼吸照顾病房、精神科病房、儿童病房这些特定病房，也佮有身心障碍也是病况危急的人，拢会当探病。探病的时阵，大家固定一个时段，而且每一个住院的病人上侪2个访客。所有探病人爱提出探病前3天自费抗原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另外也调整湘北地区病院的体检措施。住院的病人除了住院进前体检，增加住院第7天甲第14天，各进行一届公费抗原快筛。陪伴病人的原来是增加每7天进行一届抗原快筛，不过敢若提供一个陪伴病人的用公费来支应。增加了这些相关的筛检的次数，但是也提供公费抗原快筛，希望能够减轻陪病者的负担。
另外，因应全球疫情愈来愈严重，指挥中心也宣布，为27礼拜5 0点开始，入境旅客前往检疫点，一律爱坐防疫车辆，袂使家己塞车去。若是礼拜一有24.9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但市长表示会提供第一类医护人员换行注，佮讲8月底前一定还有疫苗会入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国产的高端疫苗对昨开始做啊，不过伫咧桃园行早起到一个查甫人，是伫咧昨有做了后，今仔日身体无爽快，送到病院的时阵也是救无回来死亡。伫咧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同款有一位是一个39岁查甫人，同款是伫咧昨做高端疫苗了后，今仔开始身体无爽快，中昼时阵送到病院去救，同款是救无回来。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一39岁男性无身患慢性病，8月23号接种高端疫苗，接种后当天无特别症状。8月24中午遭发现无呼吸心跳，紧急送医抢救不治。对于接获疫苗施打后的不良事件通报或民众有疑虑通报，新北市卫生局都会将相关资料上传疾病管制署通报系统。至于个案死亡原因是否与疫苗有关，尚待厘清，由中央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审议认定。新光病院表示，这个细病查甫人今年有4届因为昏倒去送到新光病院急诊，其中有2届检出禁药的阳性反应。根据家属的反映讲，这个细病查甫人第3组高端疫苗，而且不是伫咧新光病院做的。新光病院也根据着疑似疫苗不良事件通报主管机关啊。近前因为疫情关系，国防部暂停新兵入伍，不过9月开始恢复正常。总统蔡英文也下令新兵拢爱注疫苗。指挥中心表示会甲国防部配合，国防部也讲疫苗的种类会互官兵来拣，而且袂甲因兵局。 9月份就要恢复正常，定调阿兵哥做军事训练。这役男若入伍，敢会当注疫苗，引起外界关心。总统蔡英文上新的指示，要求比较各军事官兵安排役男注射。针对这点，指挥中心日时表示，会甲国防部来配合，评估战力的需要，拟定注疫苗计划。我们会跟国防部配合，但我们并不会要求任何人。 一定要打什么样的疫苗？要打什么样的疫苗，还是根据当事人的选择。至于执行的细节，会透过部会协调妥善来规划。那国防部也会提出疫苗的需求。国防部强调讲，有啥物疫苗就注啥物疫苗，未指定牌子，嘛未勉强疫男就来注射。针对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有3726亿，比今年成长3%。 还有风声讲，有规划2000亿的特别预算，用伫咧生产有源头打击能力的飞弹，还有制造军舰的经费。针对这点，国军讲，还伫咧行政院审议当中。另外，9月13就要举行汉光演习，不过顶日伫嘉东战备道发生车祸，国防部讲会确保顺利演练甲战机的起落。今年汉光实兵操演，全程是依照敌情的威胁来设计各种想定的状况，循序渐进演练。 但是考量疫情的缘故，有关演练的科目以及参演的兵力，我们都会做适切的调整。相关的3万军人支持与鼓励。Waktu ada mapahala ima mintas a isan. Proteger e defender Taiwan. 为了迎接93军人节，国防部做形象影片，用客家、台语、原住民语、葡萄牙、越南语、甲华语等等几啊种语言，表达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 嘛规划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甲桃园机场捷运合作的国军形象列车，还有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线顶的展览等等。另外，今年嘛选出176个士官兵的奖项，要来表扬这优秀的军人。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政府特别推出5倍券相关的细节，等来讨论，有可能会针对影响上界大的餐饮业规划优待方案。另外，农委会也要配合5倍券，特别推出农游券，而且今年的金额会比去年250块更较济哦。3、2、1，启动！ 同齐破冰表现破除疫情污染气势，经济部长王美花日时出席一场传统市场所谓发展的活动，特别强调疫情影响民生经济，为了振兴经济，政府将发行数位甲纸本的5倍券。根据了解，数位券会当线顶支付。经济部也要推出数位加码，绑定信用卡行动支付，也是电子票证，佮对餐饮业提出增加。 这次的数位的部分呢，我们会在去年的基础上去加强。我们确实会针对经济部管辖的
受到疫情最大影响的餐饮包括糕饼，也包括夜市摊商等等我们会有一些加码的措施。除了推出5倍券，各部会也增加推出各种券类，像农委会有计推出农游券。农委会表示，这摆的金额会比去年的250元，至少会发出200万张。也表示数字相当激励，希望会当用伫农会等地点活化农业经济。我们的想法当然就是希望5倍券能够再加农游券这样，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农渔产品照顾农业这一方面的，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因为农渔会本身就有所谓的直销或是休闲旅游区这一方面的都能够去消费。农委会指出，全台会当使用农游券的据点大约有2700个，除了各地农会，也阁有一寡特色农村甲社区，农游券会当单独使用，也会当甲5倍券合并使用。部分业者也会增加同齐参与。记者综合报道。国内防疫规定是渐渐伫咧放凉，伫台中就 KTV 的业者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赶紧放凉，互因会当做生理。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若准防疫规范，主管机关也会当管理，就机会开放。另外，这个疫苗注射率若准会当救援，也会当增加开放机会。国内防疫维持日究竟改，虽然陆续有条件开放部分场所，因过包括着 KTV、歌厅、舞厅、夜总会、俱乐部、酒家、酒吧、酒店，还个 MTV 游艺场所，也是暂停营业。伫台北都有 KTV 业者因为未欠了钱，租约到期了后就无要搁租。伫台中原来有 KTV 业者已经卖几落间厝，维持公司的人事支出，不过也是未欠了。所以，甲政府表示希望互因恢复营业求生存。我们的股东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们该卖房子已经卖了。该补的已经补了，他们也不玩了。我想呢，我非常的担心我们的员工将来怎么办？公司没有办法营业，我们家里面就少了一份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过去。虽然业者希望赶紧改进，不过民众大部分也是保持谨慎的态度。这很多人就是在一间，应该会有10几个人，我觉得这样其实没有到很好。而且 KTV 有时候会开放饮食，所以说，不太建议。 I think it's okay. I think as long as everyone is careful and respectful, I think it's okay.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对这样代志讲，像 KTV 这种的开的规定小话，较歹管理的行业是不是开放拢两难。若做有真好的防疫指引，业者会当落实执行，而且主管单位也认为讲有这个能力管理，安尼就有开放的可能。另外一个开放的可能，当然是当以上3个的条件的情况下，再加上疫苗的覆盖率达到一定的程度，那这样的可能性也会增高。陈时中也表示，若做疫苗注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开放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2岁外的查甫囡仔，用手装头仔去互幼稚园的门夹登记，家长批评学校设施不安全。不过教育局稽查了后，认定设施的部分拢有遵照消防法规。儿童福利团体表示讲，有真侪较幼路的部分，毋是消防检查就会当解决的。针对囡仔安全的问题，就要另外列出来做检查。我到高雄病院看到2岁5个月大的后生，倒手在顶过，长甲脊椎皮肤，妈妈心足疼的。高雄这名读幼幼班的查甫囡仔，20伫幼儿园，疑似互同学用门夹着手，骨头神经拢分离，紧急开刀天接转去，后续也要定期回诊。它的门是有重量的，设计我觉得一定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你怎么会让小孩子有机会去受这么重的伤？之前没有小朋友这样受伤过吗？他跟我说有好几个小朋友都被夹伤过。家长这期园内设备有问题，因为事发了后，家庭到学校了解，学校承认不少囡仔拢互门夹过，只是无这摆严重。园方也拍算，互家长2万加水果咧也被拒绝，下昼前往幼儿园，园方指费用无接受访问。也毋过教育局稽查了后，表示园方伫消防法规规范，设备无问题，因为防夹防漏装置无强制规定爱装。也毋过监管基金会认为，市府应该将安全装置纳入稽查项目。孩子一定难免会有一些夹伤或是跌撞的一个问题，那教育局应该要赶快去想办法，让这个东西是可以定在指标里面，让各个园所知道，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并加强自己园所的一个设备的部分。桌脚还是说门挡的一些安全措施，应该要直接立在规范里面，直接扣上去的，然后这样关起来，门就关不起来了。
尽管基金会建议学校也是厝内会当装这种防夹的设备，门旁防夹计效无悬，会当避免囡仔受伤。不过政府也是希望政府明定安全规范，保障幼儿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正出名的景点青不地主古道，今早起发生火烧山意外，原来是消防局伫咧耍芳秀的时阵有点火，无细致造成火灾。乡公所也决定讲园区暂停开放3天，要来检查环境的安全。园的山壁出现阵阵火焰，直升机伫天顶西喷水灌救。花莲真出名的风景点青不地主古道北边，24早起发生火烧山，因为地形的限制，消防局赶紧申请空难总队直升机协助灌救。1个小时前，是我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烟，然后我去封冰回来，很严重了。那个直升机已经来回好几趟。原来是乡公所工作人员通报消防局慢火头旁修，结果消防队员用火攻无细致引起火灾。乡长到现场紧急疏散超过20个游客，火势控制了后，初步估计烧掉的面积差不多3公顷。因过山壁一寡珍贵的实物煞烧毁，乡公所烦恼火烧过山区有危险，决定封园3天。消防分队进来之后，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哈，用火攻是，然后就疑似就是整个火烧山，因为现在也刚好正是最干热的时候。捕风抓蛇，它算农业处的业务哈，因为在本局消防单位来讲是列为为民服务的项目，我们预计在9月1号开始会全部移交由专业单位来负责这个项捕风抓蛇的业务。无细致造成火灾，消防局会失礼。佮讲猎芳猎蛇这个业务后改回归专业。有猎芳的专家是讲，猎芳不一定爱用火烧，还是用熏的。怎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蜂巢呢？也会因为虎头蜂的种类也会有差异。像比如说黄腰虎头蜂，它们的蜂巢大部分呢都只会有一个开口，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酒精啊，或者是乙醚去对蜂群进行迷昏的方式。猎芳的专家是讲，每一种虎头蜂都有无同的处理方式。刷虎头蜂修进前爱专业评估，虽然虎头蜂爱甲入手才是上活跳有攻击性，不过民众出院的是拄着，一定都爱离较远的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之前有查到带着非洲地质病毒的肉品入来到台湾，伫苏谷县市的县政府又开始追查，伫咧苗栗、台中、台南拢有查到来路不明的肉品。另外，关务署也追查到甲肉品偷偷入入来的台湾报关业者，也决定讲要甲因发到上档，就是剔除因报关业务的证照。各地方的警员拢做伙同开，对到有可疑的猪肉制品，过去追查。苗栗警方接到通报，一个越南籍的配偶有无正常的货运架送记录，伫伊住的所在发现300公克可疑的猪肉制品，数量甲通报的记录无同款。佮深入调查，找到一个大冰箱，内底有不明的肉品加工食品，内装有将近9公斤的牛肉制品、不明肉类加工食品。及水产加工品等，因此只要看到为越南来的相关肉品，相关单位拢唔敢大意。肉松对，有些肉松可以啊。为2日开始，台南市政府为2到暝拢咧起查103位，分别伫因控满岛查到违法的猪肉制品，会交由动保处来送验。永康有查获到那个越南的那个肉松在麻豆也有查获到那个越南的月饼跟越南的那个排骨架。云林卫生局嘛查东南亚食品店，伫冰箱内底看到无标示的肉制品，业者赶紧解说，迄是准备要家己用来食，佮强调无为越南进口猪肉。所以我们都没有卖。主要的一个对目标就是猪肉产品，确实是违规的话，就有300到300万的罚款，针对标示的部分。然后如果说真的有查到猪肉制品的话，我们是会就地封存。台湾养蜂非洲猪只煞因为互并代通关，互业者成功通关。关务署追查来源是综合国际物流公司申报的空运快递货物，因为代志严重，决定要甲退缴。因为他在执行空运快递货物的报关业务期间屡次涉及虚报并代走私的一些货物而且未能出具个案的委任书那这个行为是一种冒用人头的申报的情事，那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他撤照。
关务署进一步指出，敢若是今年8月，这间公司佮因为快递货物内底有掺肉制品，互海关查到违规41件，交由农委会防检局来裁罚。嘛，因为犯真侪件，关务署予以上严厉的处分，废止综合公司的报关业务证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寡违法走私入来的动物，全部照规定拢爱安乐死，避免传染病。今仔日就立委召开记者会，讲这动物唔有走私的问题，甚至是国内有一寡恶心的业者违法生狗仔、猫仔囝，这寡物件民众买回去了后，无偌久就死去啊！呼吁民众应该爱守法，甲这业者是当当处罚。为着互厝内的囡仔有一个动物仔伴，黄小姐去宠物店开2万8买一只日本种的狗仔柴犬，想袂到才带转来3天尔，这只狗仔囝都因为腹肚内底的寄生虫严重感染来死亡。这样狗狗带回家还不满3天，寄生虫就可以多到从胃里面吐出一大把，而且寄生虫的健康状况还是很活跃的。店家他声称，在我们带回来之前，他们已经用药除虫除过5次了，但是这样的寄生虫状况看起来像是除过吗？提出这只才2个月的狗仔囝的诊断证明书，内容写讲，这只狗仔的腹肚内底拢是寄生虫，虽然有治疗，不过还是救无转来。去甲店头反映，店头煞是直直下提责任，互黄小姐是感觉真不满，所以持续搁追查。新北市议员戴伟山讲，黄小姐买狗仔囝的这间店头，伊是一间家族的企业。他被撤照之后，逃到了苗栗去开了9合的一间宠物业者。这家宠物店也是恶名昭彰。新庄这个店它被抄掉之后，被动网处抄掉之后，妈妈就在新庄开了一家店，叫做板河，那持续在经营。那媳妇开了板桥的萌萌达，那儿子他在这个蒙福也是在板桥，也是重新开了一家店。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批评讲，乌心番市场的业者为着要省成本，拢无甲狗仔头糖。戴伟山认为讲，业者就算去互抓到嘛罚钱，要是罚物件，嘛无看到动保处有积极的作为。农委会呼吁民众都要重视狗仔甲猫仔的来源。如果我们的消费者重视这些狗猫的来源的时候，这些黑心的业者基本上它就不会有通路。其实按照现在的动保法跟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所有的幼犬猫、所有的种犬猫，就是要做晶片植入。农委会强调讲，因是真拍拼伫咧调查动物的来源。2021年1月份至7月份，无政府许可就偷卖狗仔、偷卖猫的，是已经裁罚48件。也若去乌心的番市场现场稽查，就需要民众到通报。另外，嘛建议地方政府一定要甲开上悬的罚单300万，当当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东部的特产鱼类，有人号做头风，也有人叫做鱼龟。最近的这个产量是减少真济，水试所和夏威夷大学合作，伫咧鱼龟身躯顶头装追踪器，会当看到因受7000多公里远，而且因为这款鱼仔爱晒日头，拢伫咧近海边的所在伫咧活动，所以因为渔民接用一种号做放铃仔的方式来掠鱼，这款的鱼网仔唔来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民间团体也建议政府讲，要制定规范。这是人工鳗鲡或者是冰车鱼，伊脚趾拼到尾的鱼领是连做伙，外形看就是真古锥。经过1年掠到的鳗鲡有300吨至600吨，不过这几年煞减真济，一年算算的掠无200吨。在过往大概5年到10年中间，我们大概还可以统计到1年有300吨到600吨的一个鳗鲡鱼的产量。这2年渔业署的年报上面已经看不到翻车鱼这3个字。为了深入了解鳗鲡的生态甲惯势，水产试验所东部中心甲夏威夷大学合作，伫8只鳗鲡分尸顶安一个类似是乌鸭仔功能的卫星标示记录器。安好了后，佮甲因放转去海里，唔免甲伊浮起来，就会当透过卫星，甲水的深度、甲温度等等的资料传转来手机啊。研究团队佮头一摆发现讲，原来鳗鲡会当为台湾收过赤道，收到南半球的新克里多尼亚，也就是新克里多尼亚。伫海里收的这个过程有到240天，差不多收7000公里远。对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洄游性的鱼种，我们通常都只有非常短暂的记录。那以前的记录，甚至其他国家记录也没有像我们做的那么长，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创了2个记录，一个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远的。了解鳗鲡生活甲收水的惯势，会当有啥物帮助呢？它其实是很勤劳，它会这样上上下下一垂的，可能50公米以前，或是100米以前、200米以前。因为有翅膀是在表层作业，所以它常常会上来，就会被它
捕捉，所以我们对刺网的游法应该有所规范。研究团队指出，鳗鲡已经互列入去强要断种的物种内底，易危的物种。有一种掠鱼仔的网仔，叫做捞刺网，就是专门去掠这种生活伫咧较浅海的生物。这种掠鱼仔的方式对生态伤害是真大，呼吁未来应该加强管理甲规范。若无鳗鲡族群的数量，敢若会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洲的旅游业也渐渐开始恢复正常啊，亲像捷克大部分拢是做国内或者是附近国家旅客为主，较无长途来旅客。另外，伫咧意大利的部分，因的餐厅、旅馆也开始做生意哦。不过，这个人客是回回啊，有总比是无较好。欧洲进入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大大复苏当中。捷克的首都普拉哈的街仔路，民众是来来去去，餐厅甲旅馆拢重新营业，伫户外嘛毋免挂喙罨。不过，若就是讲一切已经转去到疫情进前，安尼就错咯。We see a big increase in the Czech tourists that are stay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y do their holiday here, but we are missing mostly the long-haul tourists, so China, Russia, America, Korea, Japan. 根据捷克观光局的统计，甲2020年顶半年来比，今年同期为罗西亚来旅客是减95%，中国旅客减98%，南韩的减96%，美国的是减87%。也若其他西欧国家会专工订飞轮机票来观光的旅客嘛减真济，这个情形嘛致使济旅游业者面临无头路的困境。It was depressing. It was hard to get over with. But you know, we always have a hope that things will change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s in this world. Everything changes all the time. 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餐厅甲旅馆嘛，招拢重新开门做生意，导游嘛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外国旅客。虽然来佚佗的人是无偌济，不过也是替年半以来受到疫情霜冻真严重的旅游业带来一寡胜利甲希望。Amazing! It's been over a year and a half. And I've always liked to travel since I was young,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to be able to leave. 意大利伫疫情爆发进前，每一年差不多有1亿人次的外国旅客，观光收入占 GDP 的13%。后来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2020年的顶半年，旅客敢若有1330万人次，比2019年减75%。博物馆甲纪念碑等等门票的收入是减78%。即卖疫情还阁伫咧真济国家咧滚价，意大利若想要转去到进前旅游的水准。恐惊要等到明年的热天啊！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咧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有一座起1年半超大型的空气清净机，就让批评讲气含气营运的钱，就要开新台票7500多万，这效果只有1公里以内空气会变好，根本是无啥路用。印度会当讲是全球空气污染程度前几名的国家。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智库的研究，空气污染世界前30名城市有21个伫印度。全国10几亿人口中，超过1/10也就是1亿4千万人左右。所以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0倍较侪。这其中上大空污来源是建筑工地产生的烟土，占45%，是汽机车等交通工具的3倍较侪。增加所在是以烧废弃物上大件，例如首都新德里商业中心所在的卡洛特广场，由地方政府建造一座超大型空气清净机，伊的运作原理真简单，为悬24.2公尺的顶边吸污染的空气，然后接着5000组的静电式过滤器去除空气中的 PM2.5，最后搁由底部10座风扇将过滤的空气吹向4个位。It will reduce the 2.5 efficiency up to 50%. So this is the initial estimate, and more estimates will come after we do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अब ये स्मोक टावर लगा रखा है, देखते हैं इसका क्या इफेक्टिव होता है, इफेक्ट इतना बढ़ता है। अगर इसका इफेक्ट बढ़ता है तो मेरे ख्याल से ऐसा स्मोक टावर दिल्ली के कोने पे हर कोने पे लगाना जरूरी हो जाएगा。也就是讲，这个超大型空气清净机属于试验性质。期间暂定2年，规个计划经费包括试营运2年的预算，大约代表7500万。同时，空气清净的范围限伫半径1公里以内所在。印度媒体报道指出，有批评者认为，空气清净范围限伫杜布塔半径1公里以内，无符合成本效益，颠倒浪费公家钱。公司新闻指家真编译。台北市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不过伫咧新北市有一例是伫咧土城，伊即个病例伊的CT值有37，市政府认为讲伊袂甲人传染是一个旧案例。
即马疫情有较缓和，二是全台湾敢若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即个确诊者住伫新北土城，伫树林甲邦桥食头路 ，CT 值是37.67，市府研判无传染力，是一个旧的个案。目前可能接触者4个人，居家隔离1个人。那今天新增的这个旧个案，刚好是在8月22号到万华去买东西的时候，身体不适，被送到台大医院去以后，检验出来的。那因为属于应该 CT 值比较高的，所以这个疫情上对新北市来说，新北市还是非常的稳定。新北市嘛公布这个个案的行踪，20下晡要去邦桥中庆黄昏市啊，也若新北23公布的4个确诊者内底，暗号16040，要坐火车去花莲参加宗教活动。市府表示，为双北去花莲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包括确诊者，拢总有14个人，其中13个人已经完成采检。从双北这边到花莲去参与法会的，我们总共连这个确诊者呢是有14位。那这是其他的13位呢，都已经完成了采检。那另外呢，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资讯都会交给花莲卫生局，跟他们一起处理。这个暗号16040新北的确诊者，台北市嘛公布伊相关的行踪。25暗时要搭39号的公车，为台北车头去龙门路口。也若台北市24无新增加本土病例，目前连续第2天就确诊。敢若有一个是带病入境，是为日本来的。后礼拜就要开学啊。双北的老师拢还未交注过疫苗，也若台北市差不多有3000个老师还未注射。另外，新北表示，伫25进前会甲所有的老师注射，也若新入来的老师目前还阁伫列名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9月初一直伫要开学啊，不过所有老师到今拢还未注到头一档的预防针，而且这寡老师要有3天内体检阴性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检验费用嘛，就要家己出。台北市教师会今仔日就去တင်情，认为讲安尼做是不合理的。缺疫苗，缺经费。后礼拜9月初一就要开学，但是台北市教师会统计，伫台北差不多阁有3000位的老师，第一档的预防针拢还未做，搁较免讲学校内底新进老师、代课兼课的社团老师，因有的阁是下学校咧教课，保障伫倒位。在课后社团的部分。中央对这一块并没有松口，那这一块变成说地方自己要想办法去做一个局处间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校园里面的一个运作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有老师表示，教育部要求高中以下的老师爱先做过预防针，而且有满14天的证明，才通入去学校。还未做的，就要家己提出3天内快速体检，也是 PCR 阴性证明。不过有的人是下学校咧检课，可能一礼拜就要检几6届，费用搁要家己吸收。因认为安尼不合理。像我1周就是我要上课5天，那我可能1周就要提供2次这样子的筛检的证明。目前为止都是由老师自行负担。另外，针对中央有价补助高中以下学校3亿外的防疫经费，教师团体计算一位学生才敢若有100块左右，连买假帮拢无够。各教师代表是表示，针对这寡问题，会搁做修正检讨。第3阶段的注册名单，嘛会纳入代课、新进老师等等的人员。记者陈嘉文、谢桂玲采访报道。有真侪人伫咧网络顶头卖物件，不过因所赚的钱，政府拢无法度扣着税金。有风声讲，财政部正要开始追查，有收到真侪汇款小白的个人口座。有专家表示讲，目前卡伫咧法律的规范，若准硬要施行，政府恐惊会违法。政府对税出记者传出财政部赋税署定期发函予银行公会，要求将特殊个人账户上传予财政部赋税署，锁定的就是订汇入款项的个人账户，理由是未少网络卖家透过个人银行账户收交易汇款进一步逃税。有3次业者表示，合法经营也照实报税，基本上影响无大。因过认为这种查税方式已经触犯个人隐私，而且小铺金流无一定都是营业合理。哪一天我莫名其妙收到一笔，然后在我有偶尔的漏失，没有记到账或是怎么样？其实这种东西你要有个缓冲空间。那偶尔的1-2笔，其实这个是有空间的。
副税署官员表示，并不是大范围去收集个人消耗资料，经过讨论暂定方案，个人金融消耗今年存入金额达到240万，而且期间有3个月存入笔数达到200笔，就会要求银行伫当年3月底提供前一年度消耗存汇及民税资料予财政部资料中心。不过有业者认为，正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有心走税人也是有看盘会当两。经过就是量比较大的同行哦，可能就是用私人账户给他分个几个，不要让他流量那么的大嘛。财经学者认为，若讲真正实施，主要是社群媒体中的网购社团赖群组的个人被假受冲击，不过也有个人实体户可能封定掉的，不过这款的查税方式已经违法。你连对谁课税、课什么税，其实你都没有办法说清楚。如果说今天交易是透过电话进行，那你是要请就是中华电信或者电话公司提供所有的对话或通联记录嘞。副税署发声明告回应强调，国税局并不是将收集的金流资料全面查核，会先比对分析，若异常比率偏悬，佮涉嫌走税才进行调查，符合扣税所需要的必要性，甲比例原则，也符合国资法、公务机关执行法定职务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店家拢会写讲无顺抬头，即马是庙事要标示，即个笔爱标示。若准是有100%顺的，才会当写做是旁笔；若准有参糖的，就爱标示即个笔的比例有偌济。若准讲这笔的比例不到60%，就爱写做是旁笔口笔。这项规定上紧伫112天就会来施行。热翕翕的天气，啉一杯蜜泡的凉的是真退火。毋过市面上卖的蜜，抑个有蜜的饮料是百款，标示阁无统一的规范。民众伫买相关的产品的时阵，敢真正有法度辨识这个蜜敢有纯的？你觉得吃起来有死甜死甜的感觉？以低温浓缩去做的纯蜂蜜，它其实它能保留它的花香。养蜂的人，那我今天早上喂它糖水，那他今天下午，他下午就可以酿出那个蜜。那这种比如说这种糖水酿出来的蜜，算不算100%的纯蜜？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是蛮有争议的。食药署按算要定出包装的蜜，甲相关糖浆类产品标示的规定草案，未来敢若有100%纯的蜜，才会当标示写讲是蜜，100%的蜜或者是纯的蜜。产品内底蜜的比例有到60%以上的，若有掺糖浆，都要标示是有掺糖的蜜；也若是有掺糖浆以外其他的原料，都要写是调出来的蜜，或者是标示有含什么物件的蜜。另外，若是蜜的比例无到60%，敢若会当写讲是蜜的口味。要若完全拢无掺蜜的产品，标示都袂当写到蜜的字。如果说你蜂蜜含量有60以上的话，那产品才能够用蜂蜜的一个字样来贩售。可是它还是要讲清楚它是加糖，还是说它是加了其他东西来调制的。食药署表示，这个草案会有60天的预告期，来收集各界的意见。新的规定按算伫民国112年7月7日实施。若是新的制度施行了后，标示不实的产品，相关会当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去参加东京奥运拍模性具项目的选手陈念琴，虽然伫咧8强赛输予印度选手，不过伊唔认输的精神感动真侪人。而是新北市政府特别准备10万块奖金，要来勉励选手，希望伊会当继续来拍拼，互咱台湾人徛上世界舞台。就是这张相片，互真侪人看了，拢受到感动。选择奥运模性具69公斤级8强比赛，输予印度选手。不过台湾选手陈念琴讲，无论输赢，舞台顶是新州选手上重要的所在。进舞台唔那是尊敬比赛，更加是对对手的尊重。在这舞台上一直成长、一直进步的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所以，我也告诉了自己，在未来不管怎么样，我要在这舞台上，我一定要拿下金牌。陈念琴的教练嘛，甲大家分享，比赛时阵选手第一顶关是真孤单，教练参选手敢若会使挖靠平常时的斗打。拳击它是单淘汰啊，特别是在这个奥运的这个项目过程中，你只要输了一场，就没有再复活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压力。念琴这样的精神，其实是最佳运动员的一个典范哦。摕到新北市颁发的10万块奖金，陈念琴嘛回上市场签名收容。伊讲，即马已经开始准备，要在2024年甲金牌摕回来台湾。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
在咧社会当中，有真侪弱势学生，常常是爱拿读书、拿趁钱来负担学费甲生活开销，因为经济压力是真大的。台北教育中心也讲，在咧防疫期间，对外部主是更较困难，希望大家来斗相共，帮助弱势学生。厝旁的地路、桌顶的饼甲棒拢是家己做的。即摆读餐饮系的派仪是受台北家扶中心帮助的个案，为着完成真侪地路师傅的梦想，伊一边摕家扶中心的奖学金读册，一边去地路工作室做师仔。妈妈一开始非常极力反对我读餐饮科系，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餐饮系的食材费或是厨师证照费都是另外额外需要缴的。另外一个个案小芬，同款为着所费烦恼家己敢会使顺利毕业，嘛选择工作赚钱。生活费还有住宿费，然后我的3餐也可能都要在外面解决，加上学杂费，应该是一笔蛮可观的数字。家扶中心表示，一般的大学生有45%会选择工作。家扶中心的大学生有工作的比率是80%，比拼之下，弱势大学生为着各款的所费，就较影响到学习。不过，亲像派仪，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排班拢取消了啊。打工的孩子有些是因为他想要有累积工作经验，他们不是为了钱，没得选，不是为了体验生活，就是为了钱。家扶中心讲，疫情之下，学生要是需要所费，台北家扶中心逐年拢就为250个学生传总共500万的奖助学金。今年因为疫情，募资的状况是歹真济，希望各界人士会使斗相共，互弱势学生的学习机会会使加较平等。记者郭伯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在咧高雄的桃园山区，因为进前受到这个大水河的吞踏，在明北克鲁桥断期。目前这个临时的车路也已经做好设路，也已经完成避难的演练。对明仔载开始是连续3天，一天会开放2个时段，予民众来通行。另外，空勤总队也协助市政府把42台平板电脑送到山区的学校去，或者的老师甲学生使用。警报声响起，保全赶紧挡下马过便桥的车辆。公路总局理事中道伫高雄桃园的明北克鲁桥便道实地演练一旦玉水溪发生水崩山，便道用路人甲崎岖铁离岛避难平台需要伫2分钟内。中间有一个紧急避难空间，通常你过去到这边，它的土石流的力量比较小了，但是还是要快点开。看好天气，表进度900公尺便道，目前已抽通850公尺。公路总局宣布，25至28天将开放早起7点至8点，到中昼12点至13点2个时段，予民众通行。这3天把我的一个避难平台的宽度再做宽一点，这样子的话，未来怪手再上来的时间可能可以再缩短，因为下午是土石有好发的时间。便道会当通行，互伫断桥后山的上山科小老师较放心，因总算会当转去好好如期开学。为了保险教育，早起也委托空勤总队送42台平板上山，互师生山顶教学使用。不过山区学校拄到的难题也毋安尼。落实把电线杆给打坏了，然后常常都会因此而中断学习，这个是电力的部分。那网络的部分。中华电信确实也很认真，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我们这边最常遇到的就是网络讯号的不稳定。私立学校已经提前做好山顶教学，还是老树顶应变安排。不过天气无稳，有可能为教学带来变数。学校希望市府会当协助完善相关通信设备，让山区囡仔受教权无被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彰化丰原汉堡村民指控当地一间塑胶回收工厂，拢把这个臭味排出来，让居民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居民大家也做伙联署去တင်情。不过，去防指控的业者表示讲，对7月开始有伫咧做空污防治设备，伫咧9月底也会完工。环保局也讲去稽查了后，并无发现到空污的状况。住伫遮超过50年的酷贤，时时感觉真困扰。伊讲对面的塑胶工厂，时不时就会传出真歹味的塑胶味。人都用了啊，你是，迄若要做哦，实在就去买开胃的较海波的，唔知。住伫工厂边的施先生讲，因兜伫咧食方便迄面有安2烟筒仔门，毋过因为塑胶味实在是太重，都惊因肝仔笋受到影响。筒仔门是规工关到目睭睭。施先生不满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几啊届向环保局检举，嘛发起联署要抗争。在加热的过程会跑出戴药辛来，那因为民众不懂得是里面可能不止戴药辛，随着风就是
以它为准，它的西南方全部都是。在地人讲，塑胶工厂原本伫咧保盐，另外进前刷去丰原汉堡村，做无人要爱 PVC 塑胶料回收再制造的工课。毋过，毋但工厂的4块粒也是真营业，高温再制造的过程，塑胶味对风四界咧话，烦恼可能会有戴奥辛的污染。附近要30户的居民甲学校，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是真困扰。这边先分类好，这边粉碎。粉碎过程中，我有做2套集成的。厂长解释讲，厂区内底看到真雾，是因为要减少营业喷的水雾。也若制造的过程当中，除了甲分类做好，伫顶管买安防止营业的相关设备，按算9月底会安好势。我们会委托行政院环保署所认可的环境待检测机构来去做空污的一个检验。空污的部分，我们没有查获违反的记录，需要我们再做一些必要的稽查。这间塑胶工厂表示，因有合法的工厂登记证，嘛加强防止空气污染。中华县环保局表示，今年5月份工厂因为无提出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所以以废弃物清理法来裁罚。8月份起早并无发现违法的情形，所来嘛持续追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当咧流行的 Podcast 内容是五花杂色，会当讲天讲地、讲悬讲价、讲好遐个讲本地。即马连考古也有 Podcast 哦。伫咧新北市的13项博物馆就推出考古爱讲古的台语 Podcast， 用趣味方式了解到史前文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3项考古来讲古。这是13项博物馆推出的考古 Podcast 节目，用台语讲北台湾6大史前文化，了解史前的工艺技术、生活方式，带民众了解千外年前的台湾。这是一座圆圆的小山轮啊，4颗位啊拢是蓝仔地，这个所在的人拢足爱啉蛤蟆汤。3000年前的圆山文化，也有6000年前的观音山。为着调查考古相关的民俗台语要安怎讲，团队也拜访侪前辈，尽量甲专业民俗换做大话生活的草地开口。像咱华语讲的食府、食厨，还是食材安怎讲，阮都会去查。像食府就叫做酒煲，食材就叫做酒骨啊，还是酒毒，还是酒土。我想讲。古早人生活在部落，因迄种气味、迄种气氛，应该是足草地。我就想讲，咧草地人是安怎讲话，阮就来甲咧用咧故事内底。考古一般互人感觉较严肃、较无聊，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和民众拢会当介意考古基本学本。台语一直是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然后很多人很爱台语，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台语这样的一个语言方式，然后我们用生活化、用亲民化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故事来陈述。彼得梅也表示，未来邀请来宾上台语 Podcast 做伙来讲古，和民众了解生命参环境共存的智慧。博物馆也提供台语导览，希望用上生活化语言，和民众认捌史前文化。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北市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1度，还有未来3段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